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虽然今天人比较少，但是我们还是一起起立来赞美神。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们和你左右的邻居说，今天见到你真好，今天见到你真好。再一次哦，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再次，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相信你第一年得过我第一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敌人的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求助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一年高过我的一年。
互相效力，叫爱神敌人的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敌人的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应许，依靠你的恩典，我甘愿谦卑顺服。上帝，我们敬畏并臣服于你，求你赐给我们智慧，领我们在你指引的道路上，使我们不迷惘，永远紧紧跟随。你的圣洁永不改变，此刻我来见你容面，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屈膝谦卑。此刻列国都要看见，世界因你爱被挽回，在恩典之下，我仍敬畏，何等伟大，配得赞美。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此刻列国都要看见，世界因你爱被挽回，在恩典之下，我仍敬畏，何等伟大，配得赞美。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坐在宝座上，复活的君王，我降服在你爱之下。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坐在宝座上，复活的君王，我降服在你爱之下。Holy, Holy， 何等的圣洁，
是我唯一的真理。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不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你的儿女。你必为我们预备道路，在困境中你怜悯，教导我们与你更接近。成就时，你也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主，谢谢你滋养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丰盛，能够爱人，能够宣扬你的福音。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聚会，也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接下来报告，请大家打开周报的内页。教会消息第一点，青色团契这2天举办2天1夜的生活营，那也请大家为他们今天回程的出入平安代祷。那第二点是教会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那请青少契及有在职训练的会友，那在3月16号前提供成绩单给干事。然后第3点是4月6号要举行清明联合追思礼拜，是采登记制的。那登记的时候要请大家注明礼拜的场次，并缴交故人的照片给干事。那最迟要在下主日之前去登记。第4点是请各团契会长将下一季聚会内容或服事安排于3月16号前交给干事会诊，以利编印事工计划表。那奉献的明细请大家自己看，如果有错误的话，请向干事来更正。那接下来奉献，请奉献的服事的同工。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全能全知的主，感谢你赐下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在生命各个阶段都有选择的权利。但因着软弱，我们时常只想为自己筹算道路，而忽略了你的心意。
求你帮助我们能更多仰望你的应许，顺服圣灵的带领，不因不信心里起了疑惑，反倒因着信心里就得坚固。相信你必会像带领以色列人一样，领我们走出旷野之地，也让我们学习在兼顾自己的同时，兼顾他人，成为他人的祝福。也感谢你，让我们在生活上都丰盛有余，能献上一点金钱作为圣工之用，求你悦纳。接着我们要用主教导的主祷文一同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民数记32章1到2节、5到8节和16到19节。好，我来读。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放牧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赐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我先前从加低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城。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要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好，接下来是正道，请知梅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化误解为祝福。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前几个主日，我们有谈到出埃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旷野、这个充满变数却有无限恩典的这个考场里，他们最终没有办法通过信心的考验。最后呢，在12名探子窥探迦南地的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就以失败收场。他们因此无法进入应许之地，无法享受上帝为他们所预备丰盛的果实。我想这个概念大家应该非常的清楚。那我们按着读经进度一直读到，我们现在民数记其实已经读完了。好，当我们读到民数记32章，快要结束的那个时候，出埃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逐渐的凋零，那些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已经逐渐的凋零，他们一个一个要死在旷野。那第二代呢？他们的第二代就接续第一代未完成的使命。这个时候，摩西已经照上帝的指示，将这个任务移交给约书亚，要由约书亚带领这一群第二代的青年们前进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要攻取、占领、得地为业。虽然这群出埃及的第二代没有那么切实的经历整个出埃及事件。我们这样讲好了，虽然他们在里面呢，也有一些是小的时候，他们跟着父母出埃及，他们也经历过在埃及地那10灾，他们也有经历过埃及长子怎么样被击杀，然后他们怎么样过红海的这段经验。但是毕竟他们还年轻，
一节牧师是金门人嘛，当初金门在823炮战的时候，也就是他的父母，他们在那个年代有经过整个战争的这个过程，然后等到他们在更大一点呢，在单打双不打，就是炮战结束，单打双不打，在一节牧师还小的时候就有单打双不打，然后就有一些炮弹，然后就听他的爸妈在形容，真正在战争的时候，那个场景非常的可怕。躲防空洞，有的人是肚子被炸弹的碎片割破，然后肠子整个是怎么掉出来的？我们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听错了？确定是这样子吗？他说对，肠子是从肚子里掉出来，然后他们就抱着肠子去，还有残存的力气，抱着肠子去躲防空洞这样子。他就看到他们整个邻居啊，一些村庄啊，但是他们就是还好，他们还不至于这个样子。所以当他们在经历这么残酷的战争的时候，现在提到战争，他们就会非常的害怕，千万不能战争。但是在台湾呢，台湾其实并没有这么的真实，在那个年代，甚至我们这个年代，其实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战争。我们就是听说，或者看影片，看一些历史纪录片，我们知道说，哇，战争真的很可怕。但是听说、看过影片，跟身历其境还是有相当大的落差。好，就在整个出埃及第2代，他们在这个旷野出生成长的他们，虽然他们没有经历整个出埃及事件，但是要说他们没有亲眼见证上帝的供应、守护跟全能，也是完全说不过去。那就在他们整军待发前进迦南的那个当下，再一次出现了一个会威胁到他们整个信仰群体的危机。这群出埃及的第2代会像第1代那样惹上帝生气，被上帝遗弃在旷野吗？历史的悲剧会不会再一次的重演？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看32章的第1节、第2节跟第5节。好，等一下我们1、2、5，我们一起来，按着 PPT 上面来读，请。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放牧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第5节，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我们就读在这里。在这之前，这个刚才谈到的，我们回到上一页好了。好，这个亚谢地和基列地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在之前我们读经进度，在读民数记21章的时候有看到，就是当这群以色列百姓正向着迦南地前进，不断的前进，然后来到了摩押的一个边界的时候，他们不想绕远路，他们打算截弯曲直走近路，就是从摩押的的地界里面走，我们讲说走中央的大道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派使者去当时的亚摩利人的王西宏那里，请求他们能容许我们这一大群200-300万的以色列人可以让我们通关，好，然后过那个海关嘛，让我们通关一下，我们就走这条大路，我们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就好像我们从台北到高雄，我们从台北开车开到高雄，通常会走哪里？来，有开车的国道嘛，高速公路。我们通常不会选择走省道，因为国道就是省时间，直直的一条就这样子开下去。如今呢，这个国道的管辖权，我们就想象这个国道的管辖权好像就在这个亚摩利人他们的王西宏的手中。那以色列呢，就派使者去请求，可以让我们走国道吗？好，让我们走这个高速公路。好，然后呢，我们保证我们不会再经过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嘉南的时候，我们不会往那个交流道下去趁火打劫，不会，我们就会乖乖的走国道，而且我们不会去喝你们的井水，不会吃你们的农产，完全不会干扰到你们的生活。这样子这么诚恳的请求，亚摩利人他们驳回，他们不答应，不同意。不但不同意，他们还出兵攻打以色列。结果以色列
感谢主啊，上帝保守他们以色列在这件事情上面大获全胜啊。你们没事要出兵来攻打我，那我当然要回击啊。那以色列在反击的时候大获全胜，所以呢就顺势夺取了当地所有的城镇。他们以色列呢就暂时在那边落脚，也就是刚这边提到的亚谢地和基列地，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夺得的，好，就是在他们当时所占领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有什么特色呢？在第1节有说，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是那边的牧草非常的丰富肥美。那边的牧草，整个草原，哇，真的是青青草原啊，真的是牧放牛羊的好地方。于是呢，这个时候拥有庞大牲畜的流便跟迦得的子孙，有些翻译经文译本是吕便啊，哈。这2个支派的子孙，他们看到这个地无限的远景，无限美好啊，他们就在心里盘算了：哎，这个地方这么好，以后就算是我们到了迦南地，进入迦南地，那个地方再怎么好，恐怕也就不过就是这个样子而已。最好也应该不过就是如此。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何必还要在那边大费周章的进入迦南地呢？我们干脆就在这边定居就好啦，现成的有什么不好？何况在迦南地等着我们的还不知道多少的危险。但是啊，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件事情，毕竟是他们一直以来从他们的先祖到现在所坚持的信念跟使命。总要有个能说服自己的理由，也要有能说服他人，不然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像也说不太过去。于是呢，他们就想到了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呢，就记载在民数记的第9章。当牧师会在讲道的过程当中不断提醒大家要按着读经进度，所以在牧师的讲道里面呢，你们就会开始回想，我读过的那有印象，这样也是催逼你们要按着读经进度走。好，这个理由就记载在民数记的第9章。第9章说什么呢？就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摩西就照着上帝的指示，吩咐以色列在正月的14号。好，在当年的正月14日要守逾越节，因为他们出埃及嘛，然后在那个时候守逾越节，然后就出埃及过红海。然而呢，当时有一些人因为不可抗力的事件呢，他们来到旷野之后，有一些不可抗力的事件，他们没有办法在那个日子，在1月14号的这个日子来守节，然后他们就请求说啊，我不可抗力嘛。不是我不守，是不可抗力。然后呢，他们就跟摩西透过摩西，然后跟上帝求说，我们能不能在其他的日子来守这个逾越节？最后上帝同意嘞。他说 OK， 没问题，你们这些人呢，可以在其他的日子，另外再找个日子守逾越节。这个例外，这个破例，成了流便跟迦得子孙心中一个可以跟大家斡旋的一个条件。既然守逾越节这么重要的这件事情都可以有例外，那么进入应许之地应该也可以来怎么样？总可以有个例外吧。好，于是呢，迦得与流便的子孙就胸有成竹，因为过去有案例可循嘛。好，他们胸有成竹的就去到摩西，去到祭司以利亚撒还有众领袖那里。想要来讨要这个恩典，我们就留在这儿吧，你们10个支派，你们就自己去过约旦河，自己去迦南地征战这样子。他们对现在相当满意，觉得这样子就好了。他们不想承担更多的风险。讲得好听一点，是他们怎么样？很知足。他们还蛮知足的，讲得好听是知足，不贪心，但实际上却是很消极，没有信心。没有爱心，也没有盼望。信心、爱心、盼望一样，他们都没有。怎么说呢？我们相较于迦得跟流便这2个支派的消极，我们来看看摩西。摩西凭着对上帝的信心，凭着他对全以色列会众的爱心，他始终很积极的盼望着上帝应许那一日的实现。他始终很积极的带着大家朝着那应许的迦南地前进。
即使摩西在后来他已经被拖累的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因为他生气，他没有办法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然后呢，上帝就说啊，那你也不能进入迦南地了，你就留在旷野吧，你就死在旷野吧。即使如此，摩西他也从未轻看上帝的呼召，更没有在他所当尽的职责上打折扣。他始终尽心尽性尽意爱他的上帝。摩西他虽然在生前他没有进入迦南，但是他在他安息之后，当我们在接下来又要看福音书了。好，我们民数记已经读完了，现在进入到路加福音。当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就会看到摩西他在哪里？他就在应许地里面，而且他还跟耶稣在一起，非常奇妙。所以呢，这个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恩典，就在这一位尽忠职守、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的摩西的身上。那我们呢？我们在这旷野的考场上，我们现在在旷野里面，在旷野的考场上，我们是积极的走向应许地，还是消极的便宜行事、捡现成的？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弟兄姐妹，相信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哈。在教会里，你一定会发现有一些人的敬拜是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主动。有些人的服侍呢，会举一反三，你没有跟他讲，他自己就会观察，自己就会看，他会多走1里路，会持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生命，也常常让自己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而，你也会发现有一些人的敬拜就是非常的消极，心不在焉。有些人对服事总是能闪则闪，能躲就躲。我能少做一件，我就少做一件，完全不想当耶稣的学生，不想背十字架，不想与他同行。迦得跟流便的子孙，如今就是像打着这种如意算盘，他们只想停在那里啊，这样就好了。我觉得我做得很够了，这样子就可以了。他们只想停在一个让自己觉得舒适、安全的地带。摩西听了他们的诉求，就相当的不开心。第6节到第8节，我们看摩西怎么对他们说。第6节到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我先前从加低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啊。”摩西向迦得跟流便这2个支派提出严正的谴责。是什么原因让拙口笨舌的摩西提出这么措辞严厉的质疑呢？那就是因为历史的教训。刚才在第8节，摩西有说：“我先前从加低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子。”这是什么事件？这就是那12个探子前进迦南，窥探迦南地，回报的那个事件。还记得吗？牧师有讲到说，12个探子其中的10个探子始终在讲负面消息的话，导致整个信仰群体动荡不安，甚至引发严重的冲突跟叛变。这个事件让出埃及第1代以色列几乎死在旷野。如今迦得跟流便这2个支派的诉求，同样也会造成其他10个支派灰心丧志，甚至整个群体的撕裂。我们在前面打仗打成这个样子，你们在后面翘脚纳凉，你们已经坐享其成了，在那个地方。想当初这个亚谢地、基列地这整个地区也是我们一起打下来的，今天你们在那边享受，然后我们还要辛辛苦苦的跑到迦南地。大家觉得这个群体会合一吗？一定出问题的嘛，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呢，出埃及第2代的这群出埃及的第2代，是否会重演第1代的历史悲剧，被上帝再一次的被抛弃在旷野？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啊，是一个群体性的存在。在圣灵合一的团契里，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的益处。我们这一季，我们每一个主日都在念新的诫命。
新的诫命里面，耶稣不断的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就是要我们常常想到彼此，不是只有想到自己，还要想到别人，不是单顾自己。牧师举个例子，牧师在初信主的时候哦，有一个机会，因着朋友的介绍，我参加了一个荒野保护协会的其中一个叫做旋风团的这个团体。这个荒野保护协会下面有很多的团体，就好像我们一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团契小组这样子的意思。好，那其中一个团体呢，就是旋风团。这个旋风团的组织成员就是父母跟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宗旨跟诉求就是每月2个周次，会有专业人员带队进入山林里，那父母跟亲子体验山林的活动。然后呢，这个专业人员还会做一系列的生态导览啊，然后让我们可以从中学习、认识，并且尊重在这丰富山林里面的各个物种。这样的生态导览跟体验，对于那时候我初信嘛，就是对于认识上帝的创造是一个很棒的机会。那么问题呢，就在于它的活动都是在礼拜六跟礼拜天，有的时候会6日2天。好，礼拜六比较没什么问题，但礼拜天活动时间如果在礼拜天，问题就来了。对于每个主日都要做礼拜的我们来讲哦，就是一个很两难的选择啊。可是那个时候牧师就选择什么呢？你们选择我会向上帝请假，还是会参加做礼拜？觉得牧师会继续做礼拜的举手。这么有信心，感谢。如果觉得牧师是会跟上帝请假，然后去参加活动的举手。哎呀，剩下的人这么两难哦，好两难哦。好，那个当时的我呢，我就是选择跟上帝请假。我的理由其实也你们听听看我的理由哈。我给自己的理由呢，就是敬拜到哪里都可以敬拜，没错吧？好，然后呢，第二个理由，既然到哪里都可以敬拜，更何况我是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敬拜，美不美？很美吧？我这个理由好不好？同不同意？同意，好，我也非常的同意，好，所以我就用了这样的理由，我就跟上帝请假。啊，这个真好，带着孩子去体验上帝的创造，真的是蛮好的，哈。啊，当时实在还不晓得在哪里啦，只有子瑜、子群啊，哈，他们都那时候好像小学2、3年级那个时候，哈，从2、3年级带他们参加活动，大概到3、4年级这个时候这样。好，当时的我还像个婴孩那样，只懂得顾自己。我就是那个只顾着自己的基督徒，只懂得顾自己的基督徒。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的这个决定，其实会带给信仰群体某种程度的伤害。怎么说呢？那些常常教导我、关心我的长老们，那些常常听我倒垃圾、陪伴我、为我祷告的团契的契友们，他们是不是会因此对我感到很灰心、很失望？想当初你要受洗的时候，我们给你上基要真理课的时候，哇，你这么的热切，这么的火热，这么的渴慕，啊，怎么受洗没有多久就斗丢啊，就整个花起啊呢？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姊妹会这个样子呢？哈，当初受洗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这样子，这么感谢上帝的恩典啊，怎么没多久就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原形毕露这样子？他们会不会因此感到有一点灰心呢？好，另外对于那些一起服侍的同工，我是否会造成他们额外的负担？因为我在还没受洗之前，我就参加圣歌队、参加敬拜团，我还在慕道的时候。那我请假，好，我请假就会让什么呢？让一些也不是那么稳定参与服事的同工会觉得啊，既然他可以请假，我也可以请假啊，大家来请假啊，怎么不好？反正有主唱嘛，有一个唱就好了嘛。哦，反正有人可以弹就好了，有人轮班就好了。因为那时候我不会乐器，我就只会唱而已，这样。好，所以反正就是唱也不差我一个啊。好啊，大家可以轮流警察
轮班嘛，哈，类似这样。我会不会造成其他同工的麻烦，或者是让一些比较相对不稳定的同工也跟着他们的信仰就被我拖累？当时的我就像迦得跟流便，我们只想到自己跟自己的孩子，我却没有想到后续可能发生的这一些蝴蝶效应，我都没有想到。就在我因为旋风团的活动，这个活动向上帝请了几次假以后呢，我内心突然涌现了一股很不安定的那个感受，就是一种不是那么踏实，有点虚虚的、很虚假的那种感觉。我相信那是圣灵的提醒。然后我再一次认真的去思考当时我自以为正确的选择，我就不断的思考，因为那个时候会选择就觉得很正确，像刚才你们也觉得蛮同意的嘛，对不对？敬拜不见得要在教会啊，我在上帝的创造里也非常的 OK 啊。好，我在牧师在台语礼拜问大家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大家都没有人反对，好，这个理由非常的充分嘛，好，我再次认真思考我当初所谓正确的决定。那时候上帝就让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可以有例外，可以有不可抗力，但是这个事情却不能成为常态，不能成为一种让自己便宜行事的借口。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疫情期间，我们在3级警戒的时候，我们不能来教会做礼拜嘛，那个就是真的是不可抗力耶。可是当疫情慢慢解封到2级强化2级什么的，就是比较越来越可以有允许50个人，又允许几个人，好，那时候还有一个梅花座什么的嘛，就慢慢开放了，然后后来就整个解封了以后呢，感谢主，我们建成教会回流率是几乎100%，可是有些教会的人都回不来了，他们就把那一些所谓在过去的不可抗力变成一种常态，他们会觉得说，在家敬拜不一定要在教会呀，敬拜也可以在家里呀，好，因为上帝随时都在嘛。那我在家里也可以敬拜啊，有什么不好？问题就在于在家里也好，或是当初我去山林也好，我所过的并不是团契生活。我们在家里的敬拜，我们只能很勉为其难，因为不可抗力。我们透过网络，透过线上 FB 的直播，我们可以有一点隔靴搔痒的那一种团契、肢体的互动，那是不可抗力。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这边敬拜？是因为这边有团契。上帝本身他就是一个团契，圣父、圣子、圣灵本身就是个团契，所以我们必须要过团契的生活。好，虽然在山林敬拜也不错，我们可以有里外礼拜 ，OK， 那个是 OK 的。可是我去山林的目的不是为了敬拜，其实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敬拜，我的目的是参加那个活动，敬拜只是我的一个理由而已。好，我为自己找的一个理由。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16节到19节，最后呢，就是2个支派的人，这个时候摩西就很严正的指正他们了嘛，哈。然后这2个支派的人就马上就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城。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自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的那一带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就是他们讲的亚谢地啊、基列地的这个地方。”迦得与流便2支派在那当下听了摩西的一番话，就马上悔改，他们立即认罪悔改，并且向摩西说了这一段话。他们保证说：“我们呢会先将我们的牲畜跟孩子先安顿好，为他们的牲畜好圈好，然后呢造一个城，让他们的妇人孩子可以
安心的在这个城里面。然后他们这些凡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男丁，会跟着其他10个支派渡过约旦河，跟他们一起在迦南地征战得胜，取得当地的控制权，取得他们的产业之后，他们再回到约旦河东这边。你们的方向好，尽量那个好，再回到约旦河东的这一边呢，他们现在看为好的这个地方。顺服就必蒙福，这个决定不那么容易耶。顺服会带出相应的这个行动是很困难的，其实这是很困难的行动哦，也很困难的决定。我们要知道哦，这2个支派牲畜很多嘛，牛羊成群嘛，那住在他们旁边的那一些其他的民族，会不会觉得他们的男丁、壮丁都不在哦，他们可以打仗的人都不在哦，他们这个城里面只有谁啊？妇人、孩子，还有大批的牲畜。我们今天如果把他们攻下来，哇，这些牲畜都是我们的了，哇，现成的多好，好不好？你如果是住在旁边的那些民族，会不会觉得看得很想流口水，很吸引人吧？这是他们的一个，这是会造成他们全群可能他这2个支派整个会被剿灭的一个情况。可是呢，这些人当他们认罪悔改转向上帝之后，他们的信心就大增。他们凭着信心将这些后顾之忧全部交给上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在人来看，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决定。就好像我们讲说后方在战争的时候，前方就是好那个凡20岁以上被征召有当过兵的，不管是现役的还是后备军官，你通通被征召去当兵了，家里剩下谁啊？现在乌俄在战争，乌克兰那边很多都是妇女小孩啊，他们完全没有战力啊。但万一前方战争战果不好，然后被突破到后方，那不就死一片了吗？对不对？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们有这样的信心，上帝就亲自守护了他们的产业。他们确实跟着10个支派。20岁以上这2个支派，20岁以上凡能打仗的男丁，通通跟着10个支派，最后跟着10个支派去迦南地征战，然后他们再回到他们这个地方，他们这个产业完好无缺，上帝帮他们守得好好的。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一个合一的群体。如果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呼召，我们所领受的呼召，如果不是领头羊的角色，但至少我们也不要当那个扯后腿的。我们如果不是领头羊，我们至少也不要当扯后腿的。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带领我们出埃及，我们受洗，领受基督徒这个身份与呼召，一路上我们在这个属世的旷野里，跟着云柱火柱，向着应许之地前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很有可能会像流便、迦得这2个支派，也可能会像牧师过去，我们会误解上帝的意思。我们可能会误以为啊，上帝这就是你要给我的啊，上帝你就是要我选择这条路啊，上帝你就是要我往这个方向转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像迦得、流便这2个支派误解上帝的心意。我们会误解他，导致我们呢就这样子歪过去了。就像上帝也让我就那边跟他请假了好几次。那我们也可能会误解彼此的心意，在团契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误解，然后产生不必要的分歧与冲突。但是感谢主，我们有圣灵呢。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升天，然后他赐下圣灵。求主保守我们呢，能够在圣灵里面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让我们可以在圣灵、在基督的爱里，常常的反省，在圣灵的提醒里，常常知道，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认罪悔改，完全转向上帝，让我们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将一切的误解，不论是对上帝心意的误解，还是对彼此心意的误解，都可以转化成为祝福。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顺服。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领。感谢圣灵，在我们误解的时候，他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及时的回头。PPT 可以要跳到上面。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属于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敌人的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敌人的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主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敌人的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误解你的心意的时候，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你仍然用你安慰温柔的声音来呼唤我们，引导我们走回你所为我们安排的那一条路。主，谢谢你，谢谢你圣灵常常提醒、保守、看顾我们，使我们不论经过高山低谷，主，我们都不害怕，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唱最后一首会后诗，唔免惊。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别怕，总会更
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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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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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哈利路亚。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